好來繼續來看，基隆地檢署偵辦到輝達高階 AI 伺服器走私的案件，將發動到第二波的搜索，意外發現清雲科技甲時豐電信這兩間上櫃的公司，以及美超微佇台灣的分公司，攏有相關的人員涉案。透明問過筆錄了後，有3個人方申請收押。倉庫內底釘一卡擱一卡的大卡箱仔，頂懸因美國跨國伺服器大廠美超微公司的 logo， 內底藏的攏是有輝達高階晶片的 AI 伺服器，市值有7億。那這50台 AI 伺服器險啊，就互走私到中國。專案小組繼續向源頭追查，發動第二波的敲催，有驚人的發現，包括清雲科技、時豐電信兩間上櫃的公司，還有美超微佇咧台灣的分公司，攏有業務甲主管互帶回去。發現國內科技大廠不肖員工勾串從事高階伺服器出口，前往台北、新北等12處執行搜索。並約談6名犯嫌到案說明。相關的空殼資訊公司一開始透過清雲科技甲美超微買頂級的 AI 伺服器，不過因為無通過美國 KYC 的審查卡條，因敢若調查中華電信旗下時豐電信涉嫌合無提供不實的證明來過關。美超微佇咧台灣分公司的高階主管敢若攏知影。我也猜想，美超微實際上也有在中國大陸方面設置一些所謂的。也許是美超微的服務據點，也許是他們另外在中國大陸又設了一個不同的維修營運站，但它不掛美超微，但可以讓中國大陸的這一些客戶，然後有未來購買的這些機會之後，有可以維修、售後服務，甚至是升級的管道。清雲科技嘛發信息，正式公司互敲催，強調會配合調查，對公司的財務業務無重大影響。AI 產業的發展真緊，晶片互看作是重要的戰略物資。這件由合法的上櫃公司暗崁非法的走私案，檢方會繼續清查這個關係，要查出背後的犯罪集團。